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红农独家提供便宜。由于区农民为到爱维护生活到作物之间嘅生态平衡，做了当多你看唔到嘅实物老大病。今本日嘅纪录片讲嘅是一群到台南嘅农民从荣国嘅腐肉荣国钓嘅温暖故事。你哋下次来看一下今本嘅纪录片，色彩淋漓。 水质富裕它其实有几个大问题。要怎么富裕啊？把鸟抓过来，把它抓过来，然后拼命让它生小孩，生一生然后放出去吗？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会。我们比较倾向于说，我们把环境弄好，然后让水质自己过来，让动物自己过来。我觉得这个才是保育的一个要做的事情。这边就是水质它的另外一个家，这个叫一地富裕。那在台湾就是第一例，就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做，是不是唯一的？应该也是唯一的。那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今年2018嘛，对不对？所以今年进入第18年了。可是呢，水质你怎么跟他沟通啊？你跟他讲话，他听得懂吗？听不懂都听不懂那怎么办？其实对水质的了解那时候真的很少。我们所知道是什么？它叫菱角鸟，所以我们要种很多什么？菱角。 种菱角，那吸引它过来，它就会过来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它研究真的很少啊。那时候菱角，那时候水质有几只？它其实是2级保育的鸟类它不是只有台湾有，可是台湾偏偏就很少。应该是有1、2、3、4、5、6、7、8，应该是大概有8只在这边，然后其中有2只母鸟是有另外1只公鸟的。 不过好像另外的那2只公鸟都没有成功。好，那你们回想一下，那水蛭它的嘴巴大概就是这么小那你们把你的食指跟大拇指伸出来，你捏捏看，你下次吃菱角的时候，你用这样捏，看看能不能把菱角捏断。不行的话，那水蛭可不可以？也不行啊。所以它根本也没有办法吃菱角。但是呢，菱角可以给它做什么？ 给它当家来，当菱角长到这个样子，像高丽菜的时候，它就可以在上面做什么？筑巢就可以在上面筑巢了。菱角长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在上面筑巢了。然后菱角还有干什么？给它在上面走路嘛。还可以做什么？我刚刚有没有讲过，它叶子下面有什么？水生殖，水生昆虫。水生昆虫就可以让它吃了所以其实水蛭它会去翻这些叶子因为它要吃下面的这些水生昆虫。这个性格这歹是什么原因啊？这个这也拢无咧转药啊，无咧试检，人专门咧照顾的人拢转药啊。这拢无转药，了我拢掉糖。这有机的呢？这有机的。这个翕风啦，翕风嘛是会生。翕风啊，它会生。唔通人偷啊！参花嘛拢无开。那这若有就是1粒、2粒、3粒安尼共你啊，迄上只有啊，才有就囝。嘿，对。这有菱角囝。嘿。所以若迄条有菱角囝，搁下咧。嘿，后日汤有大啊。若伤尖的嘛爱甲下落，你甲放起来无路用啊。就是小颗的，然后那个刚长出来很嫩啊，然后福寿螺就会吃，所以昨天晚上他们都在说，就是母带 gang， 就是母亲带小孩，就是等于它就是前面会有一颗熟的，然后后面会有小的，然后我们都翻起来都没有，就是它那个小的可能都被福寿螺吃掉了，或者是
它根本就还没有长出来这样，所以等于如果照本来应该菱角就是比如说你采一次大概间隔个15到20天就可以采下一次，那这个可能就是要等1个月之后，可能还要再翻翻看看有没有长出来这样。主要就是因为一出来就被福寿螺吃掉的原因。这是部分原因啦，这是其中一个，就是福寿螺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就是没有，可能就是它没有长出来的另外原因，就是因为它之前的开花的情况也不是很好，这样。对，因为有大雨，之前大雨它也有可能会把那个花给打掉。今天我们要种菱角，其实我们要了解水质跟菱角的一个关系。那没有菱角的地方怎么办？你们刚刚过来的时候，这一路过来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什么？甘蔗，对不对？种了很多甘蔗，还有什么？再过去，在外面一点有什么？对，芒果，不是全部都水田哦。然后麻豆那边有什么？柚子、文旦。其实水质能够利用的地方，其实很像也不多呢。很像也不多。那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我们会分组，让你们知道一下水质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来，有没有看到这4个？来，有水蛭，然后有穿山甲小川川，然后还有什么？台湾猕猴，然后还有石虎。来，我来认领有没有人要石虎的？石虎，好，第2组石虎。我帮你自认石虎。台湾猕猴有没有人要？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你们要嘛？好，第1组就是台湾猕猴。穿山甲嘞？你们要穿山甲，好，第4组穿山甲。第3组没有嘛，好，那你们就水蛭了。好，那我们照组别来3步，那你来这边，1、2、3。好，他走到这个地方是哪里？甘蔗田。那甘蔗田水蛭有东西可以吃吗？没有 ，OK。那甘蔗田里面没有食物，所以我们扣1分。还有，我忘了跟大家讲，你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有10分生命点数。那你现在扣1分，所以你们剩下9分。好，第2组，找一个去。来，赶快。轮流啊，等一下轮流哈。轮流哈，大家都闻到1，跑到水田里面水里面还是有一些水生昆虫可以吃哦。可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水稻田会去控制水位。不同水稻它不同的时间它有水位会不一样，等到它把水降低了之后，可能它的食物就比较少了。那稻子长高之后，水质也比较不会去那边觅食了但是水稻田里面还有东西吃，所以我们会加1分。好，第3组，哇，它跑到哪里去了？不是，这里面出现了一条蛇，蛇把鸟吃掉了，所以你要回到原点，你又变成10分了。猴子回到原点来了来。麻烦你往上边4步，来这边，这个小朋友他还要再掷1次骰子因为他跑到哪里了？跑到有喷农药的水田里面了。那喷农药不一定所有鸟都会死，所以我现在要掷骰子，骰子掷到几点，然后就是扣几分你知道农药了，赶快掷骰子。1扣1分。没有扣到太多。对，加油！因为这个友善农夫的田，它是菱角田，食物更多了，所以加20分20分。好，换下一组。就死掉了，被老鹰抓走了。好，1，你们是哪一个15嘛？1，哇，你们遇到农夫伯伯了，被抓走了。好，最后一组竟然会这样子，加油！其实我们这个游戏我要设计的时候是依照我们这边的以水质园区为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园区到渡彩头这边其实有很多的果园，还有甘蔗田，你们有兴趣可以往那边走然后这边大部分是以稻米为主，以稻米为主，然后会有一些友善的，就是做友善耕作的农夫像这些杂草啊，这草咱会当乌土上甲顾起来，疏浚佮兼顾土，佮会当保护花，一举3得。哎，
这个是自圆其说啊，乐在其中啊。啊，我这样惯性的草药一喷啊，1个月没事情做了。这个除草除一除啊，10天就要再来一次了。割草机割一割，10缸就过来呀啦，爱过来呀。我们都被惯性包住了啦。你看，我上面是惯性，那边也是惯性，那边也是惯性啊。啊，那你对迄种林田的影响呀？这个你就是要跟那个林田保持好那个林田的那个关系啊，你要跟他友好相处啊，要跟他说，你如果在喷药啊，你那个粒子啊要转出一点，才不会飞啊。啊，喷到我这边的话，你就尽量的压低啊，转啊，喷较少，啊，莫把它引过来安尼啊，安尼就袂啦，这样子就不会啦。103年的时候元旦，我们就住在园区，然后龙秀就带着我跟我女儿，我们一起去赶鸟，因为那时候有一块瓦窑那边有一块田，就是有释放毒饵，那个印象给我非常的深刻。后来龙炫就生病了，然后后来他离开之后，又有一块田是在东庄那边，然后就是水质一支支又是误食毒饵，然后在那边喘息。那有时候我们来得及救，有的来不及救，甚至我们开始去固守那个田区，就是不要让鸟进来。可是我们确实在人力上真的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后来其实是我的一个员工，他就提醒我一句话，他说：“文珍姐，你能够顾多久？那你怎么可能每一块田，万一都撒播这样的那个稻种的时候，你都要去顾它？”那时候心里面就呛了一下，对，因为我能顾多久？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你不做不行，因为你不做永远不可能。大家找到一颗萝卜，我找到了，找到了没？找到了，准备好好拔萝卜了哦。来，找到了没？这个萝卜呢，它是友善耕种的田区。什么叫友善耕种？我们其实没有用化学农药，也没有用化学肥料。那这样虫虫也可以生活，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我们才能吃。哎，虫吃过我们才有得吃。可是这个萝卜田很特别哦，因为它原本种的是什么？四角林。因为四角林它的生产期很长，它的头至尾大概会有9个月，都大概8个月至9个月，然后中间只有3个月要播种那个稻子，来不及，只有萝卜最快了，萝卜它的时间只有2个半月就可以收成。有一首歌怎么唱？嘿呦拔不动，嘿呦拔不动，对不对？拔不动，对不对？阿飞，你看阿飞就拔不动。加油！加油！拔起来之后，要把这一颗跟这一颗放在一起，要放好，等一下阿姆会过来整理。这种食呀，这来过来就搁吃嘛。好，尤其是这一颗是最明显。对啊，知道。这不可能是1天就吃这么多，不可能，这一定分成3、4天吃的啦。分他吃一口没关系，你都唔敢偷，你看规个拢了试用。你看这虽然这细粒吼，伊嘛刮去啊，你敢知？阿母啊，这只细粒嘛老伊嘛刮呢。刚搞啊！第一，我要。阮绿宝第2年的时阵，阮是全部甲伊打这个菜脯，所以就是唔捌卖过生鲜的啊。我们就是全部大大小小就是都用加工啊。因为我们做的是那个老萝卜，跟那个市面上你用的市售的迄个萝卜不一样啊。
是咱唔捌卖过生鲜的，所以咱袂晓卖啊。而且咱嘛无行销的管道啊。不过今年哪会当安尼做？今年是因为水师园区的那个吴珍姐啊，她就说，如果这么好吃，可以就是带小朋友食。这个姐姐因拢有回流转来啊。我无啥你家做啦，迄是拄仔你用少，我当家做，我无你家，我无你做啊啦，退休啊，无你做啊，互囝做就好。你的囡仔迄远拢无咧厝药啊？无咧厝药啊，搁也毋了起啊，无咧甲头规抓拢了起，啊，拢毋过一寡花啊清歹了哩。你若要栽菱角就爱足歹。啊，敢是到时较搁补花？即摆这菜头用了，就要来放水落来，要栽菱角啊。即区哦。拢无咧转油啊啦，用有机肥啦。就爱咧兴趣就好啦，啊，就收较无啦。收较无哦。对哦，啊人若迄转油啊，拢满5-6回，啊伊拢满2回、3回呢。世界嘛满2-3回尔。嘿，3回，也有落尾搁吹1回安尼呢。啊，敢有差真济？差真济个咯。啊，毋过咱的成本有较少无？有啦，是较无咧甲转油啊，就毋免了油啊钱。啊，伊就爱要做迄项就去做啊。收无就伊收，老人食饭就好了。甜的呢，难怪老鼠喜欢吃。它的辛辣的那个味道没有那么重。我都放比较成熟，它先那瓣嘛，啊有当时也瓣袂糊，啊瓣袂糊伊它自然会落果啊，啊落到下面变成种子这样子啊。啊，所以你若你顶过当要做种的时阵，怎啊？对一区菱角生了水歹，阮拢知嘛。这区菱角水，阮就是这区选定，就是要做苗区的。啊，这区就是爱先晒田，啊，适当的时机水，互出叶啊。啊，别区就是互保持有水，这我会当来生，吼，啊，佮会当甲，啊，佮会当互伊迄个菱角苗，互伊出了了，伊当袂个头出，当袂有个头出来，头出来品质好坏咱看无。啊，你互出了，啊，然后拍田甲拍个死，互迄菱角苗死。啊，咱这区苗区水甲入去，互伊长出新芽。这是我们之前体验营种下的，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对啊，好个袂歹呢。你看这个是刚出生的，你看我们小苗，我们就是有持续在那个减福寿螺，所以这个才不会被福寿螺吃掉。你看，是的，好，这样是哈。要不然如果福寿螺不这样子处理的话哈，这它长出一点点的时候，福寿螺就把它吃掉了。对啊，因为嫩叶上爱呀。对啊。还蛮多的呢。对啊。我2天没来抓，就这么多。还好这2天有那个高丽菜叶，我一夹。形状对了就对了，不必在乎它大小颗，是因为它的水分不够才会这么小。头先我嘛想说，我要怎么靠这个赚钱呢？啊，你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啊，学习如何管理啊，如何找出相对应的那个法子来管理它。安尼头先嘛是奋斗了3冬，用3冬的时间去认识如何管理这些菱角。3年之内都没有用过农药啊哈。你著闻着人的农药味，就愈闻愈讨厌。啊，你搁到6、7冬后，你对这种感情是加倍，对农药的厌恶感也是加倍。那怎么可能再回得去那个农药的时代呢？你看，经过哈呀，后迄个再无登去。你看，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抓螺哈，现在都有这种可以发生，啊，不然之前都没有。这个一出来一定被福寿螺吃掉了。所以说，努力还是有代价的。
老天还是不会亏待你的啦！你看鸟这么多了。也是要先弄啊，因为已经很热了，然后大家就开始会想，哦，那边有水蛭，那边有水蛭。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人实在无法去胜天，尤其人无法胜了这些植物。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是让它变成一个庇护所就可以了，或者甚至于它变成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就好了。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片人工湿地，可以去学习，然后可以去体验，然后可以去知道。反而是我们跟农民去做友善耕种的合作。那这样可以让水质有一个稳定的成长。我比较期待的是，就是当外面都出事情的时候，至少还有一块健康跟安全的环境给它。啊，谁拢爱甲这清掉啊？这个草啊，草蛇啊？哦，草蛇啊无爱？草蛇都爱换着恁家己啦，哦，爱叫爱啦，哦，什么就清掉。所以主要就是甲草蛇啊清清嘞。哟，啊，才袂去换恁家己啦。无啦，今年因拢无三万啦，拢无几万啦。那栽这林家啦，要栽迄。啊，你安尼下等下敢徛会住？啊，嘛是做少上着啊，阮下口会着。好，要塞来，塞来。一万无三几个啦。迄栽林家吼，迄外妖精啊，迄本来讲几个要去栽呢，结果到尾拢无人看着啊。像这样的栖地经营啊，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耶。对，就是它，因为它的范围也很大，所以如果你没有很大量的人力下去投入的话，其实单就一个人或两个人，那个清理的效果其实是很少的，就是你可能坐过去之后，就像船过水无痕，就是你可能上来的时候发现，你刚刚整理的，其实你在岸上这样看，其实是看不到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长得这么密，就算水蛭在这里面筑巢了，我们也找不到，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就只能猜从水蛭飞出来的那个位置来猜说这边应该是有一巢，或者是就是只能用猜测这样，所以就是把那个荷叶跟那个莲蓬这个先清除掉一部分，然后去看一下，确定一下那个巢位的状态这样。刚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边没有水蛭的巢，因为水蛭的巢应该刚刚大家介绍完之后都比较认识，所以我想说太简单了就没有出。这个是在稻田里面，有没有看得出来？这是在稻田里面，它会在稻田的中间啊，用稻草，就是编成像这样的巢。那水蛭呢？水蛭在哪边？这是今年拍到的，这是在印度杏菜上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叶子。然后它用这些叶子敷成一个巢，还有这个是用什么？看得出来吗？这是用菱角，这是菱角的叶子，它是搭在菱角上面的巢。所以呢，水蛭需要一个充满植物的地方去搭巢。那你们今天下午的任务就很重要咯。今天下午大家干嘛？种菱角，没错。我们今天要种的那一块啊，因为之前缺水，所以它其实很干，它只有一点巴拉草而已，它没有其他的植物。那当有一块空空的土地跟一块有各种植物的土地的时候，水蛭一定会利用那个有各种植物的。所以我们下午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先把菱角种进去，大概过个2-3个月之后，菱角长满了整个池子，它才有材料可以用，它可能就会在那边筑巢。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为水蛭布置一个可以筑巢的环境。好，你们看一下你们后面
我们等一下呢会对着前面的黄色标签一路往后种，左手拿着，然后右手把它插到下面去，然后一路压到底，要把竹子压进土里面。那接下来呢，把它翻过来，不要让它冰斗了，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这个种在这边，对不对？接下来你大概退30到50公分，再种下一颗在这边，那一路往后退，那我们就会种完。那我们一样，等一下是走，其实它第一个那个好，就很硬，是不是？对啊，这样子下去。手伸进去。好，折断。好，捏着。这边气候的关系，所以这边很难种菱角。那我们现在终于有水了。我们终于等到水来了，所以可以种菱角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工人可以请了，因为现在外面都在抢工人，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来体验在保育区里面帮忙水质种菱角这件事情。看起来，好。你有带衣服？有，帮你带衣服。好。手撑好，不然跌倒。哇！还有没有？对，手撑了。好了。我现在为拿出来。小张。所以你可以拿了2个菱角。这里，拿去。还有一颗呢。没有了，只有1颗而已，你就叫我拿1颗而已。好。我叫你拿2颗呢。好，明天来再捡，好不好？1.45公顷要种4角菱哦。对啊。啊，剩的嘞？剩的就是2角菱。嗯。是按为稻子啊，稻子起来2角菱。还有些是2角菱，较早的晓得？人栽的是要做苗的对吧？我栽的是要好生呀。啊，你哪提早遐早来种？因为今年我没有这个4角菱的苗，反而2角菱的苗哈有。啊，你感觉开较侪管理的成本伫顶管？你觉噶？唔免啦，都一样啊。嗯哼。只是你少了一起那个稻子的那个收获。哦。那我估计安尼，你买当提早给那个水雉鸟有一个家。真的呢。啊。哎呀。我阮行过来啊。啊。哦，阿姨若咧分就分走，阿姨若有囝，伊若咧带囝，伊就走伊个头前，哦，走伊个头前，啊，要甲你带较边仔咧，伊甚至会想讲，伊要互你掠呢，伊那敢若要互我掠呢啦，看我会去甲掠，啊，你若甲你会甲用嘛，啊，你若甲用对，他会把你带离开他的那个小宝贝的旁边这样子，哦，他是有这种行为。其实哈，我们园区一方面就是因为水质的关系，我们要去办这个种菱角的活动，就是帮水质布置它的架。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边这几年也在推友善耕作。那为什么要推友善耕作呢？你们想一下，在园区里面的水质是面对的环境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哦，没有最好没有毒物嘛，哦。可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会有农药啊，那怎么办？当然要希望这些农夫不要再去喷农药了。好，农夫怎么办？再补秧苗吗？啊，可是我也要生活啊，所以我们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可能用所谓的消费的方式，我们多买没有农药食物，他们慢慢就会改变他们的耕作习惯了。这是即摆水果这个。水管切到后面就洗啦。介绍一下你的灶诶，互你介绍。叫我阿三哥。嘿，叫阿三哥就会使啊。嘿啊，啊，今仔这边这个部分就拜托阿三哥帮我处理。大家注意到这边哦，哎，看我遮一个，即摆咱等下要，即摆遮的果是已经比种会好，袂得吹啊啦。啊，即摆遮的米啊是要下迄叫吹果米啦，咱咧食的迄叫做凤梨米啦，啊，这叫吹果米啦。
这粒这辛苦啦。哎呀，那边大家看，大家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米，那这就是在来米。哎呀，就咱咧讲的在来米，啊，这个物件就是咧做加工做碗粿、做米粉，会用这个米，这种米它的淀粉质比较低。所谓糯米就是它们这两种的变异性，差别的是因为它的淀粉质会比较高。那这种东西淀粉质高的，它就适合看它不同的特性去做不同的用途。对，你说的那个麻糬，它需要粘性比较多，淀粉质比较高，对，所以它是用我们的糯米。糯米。对。那你刚好。糯米也是属于再来米的一种。糯米它应该是说再来米跟红来米，它们分别都有各自的糯米种，有红来做跟再来做。这米就像迄布切啊安尼哦，经过150天，伊就会变成到这就变成这啦。粿若要较会 Q 哦，其实你要较不难拉的，较均匀的。哎呀，你啊，它混合的越均匀的话，咱吹出来粿啊会较 Q 啊。这人60-20个啦哈，对啊，这人后60-20个老好诶，就咱安尼出山安尼哈，60-20个就会使啊哈，换人。现在是在加强，加强版补救。然后等一下到这边的时候啊，我咖啡酱给您，这有料啊，你要吃偌济个猪腩？会搁碰起啦，比较少啦，这边啦，花椒爱。然后袂记炸花公来啦，较食较恁这敢有写名啦？无是够，拢会记恁家己的碗的哦。好，更遐嘛好咧，更遐嘛好咧。现在才珍惜这物件。这拢是假的，袂来。这福气啦，咱的福气吼，袂使浪费去。这是上深的教育，因为将来就是小福交环保两项上重要，唔是趁钱上重要。讲实在，就是足够贵的手，拜佛的手，叫做工课手。有影就对啦。好，甲淋较济料的，家己食的。应该有人还会讲到第二部分嘛？其实它最大的一个意义是说，在于早期农家在耕作的时候，因为人力多，但是机器不足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相帮看，比如今仔我要去伊遐做，一群人咱就拢出去遐帮清做野菜，主人家伊就爱准备物件我食，系啊，今仔伊若做了，后壁来做这边的，咱这边人就拢传到这边，系啊，这就是小帮忙，就是大家互助的概念呐。现在要大家住在那个田边那边吃饭哦，可能也不是那么 OK 啦。所以我们全班的精神流是说，我们就在现地就好，所以我们不提供桌子，我们就是坐在你们的篮子上，然后端着饭，然后想象一下，你可能你起码起看回拿这时候，这里才别讲饭，大家现在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吃完饭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大概1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下到田里面去插秧。基本上2只脚 就刚好在这个缝中间，走的时候就这样直直的往后推。对，这样踩过来的时候，刚好这个位置都是我们要插的位置，大概一个拇指的深度。在插的时候，哎呦，你比我还老紧哎，你稍等我一下啊。往下压，压完之后，我的食指也可以把头背等来砍哎，就把那个空缺补上。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插下去之后， 会等来，我这个间距是1尺宽的，会比较宽一点。其实它比较适合那个友善耕作它的种植的方式。那我就抓短边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你碰到我呢，少年呢？所以我来讲，有带小朋友的妈妈一定会比小朋友脏。OK， 那如果准备好了，给起头啊，给啊，躺个落来啊。第3组的嘞 ，OK。 大概3到5株这样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对，那个样都太多。这刚好升震撼教育。会发哦。
对，通常第一次都会这样。啊，以前有没有打过遮蓝的蝉啊？哎呀，因为这有一点仔深度。遮疼咧，这手就安尼办，啊，就安尼办啊。安尼较省，咱腰较袂酸，稍微压一下，啊，气流了，我手我拢会提起来。啊，基本上伊起来掉就会使啊，啊，免伤深。友善是想做的嘛，可是因为我算是一个专业稻农，就是我是种切的，我无种别的物件。啊，所以实际上的收入其实很重要的啊。对。啊，冠群那边你就是按部就班去做，你就是咱保证恁的收入是偌济，至少有个基准点啊。你友善就比较没办法预估啊。一开始前年也是会挣扎，啊无卖赚嘛是咧大，对啊嘛是咧大嘛是咧收啊，可是。1年2年过，啊，人拢收，人一分地赚3000，啊，只咱赚2000尔，就是还是有现实考量，因为还是考虑到面积问题，因为目前我的面积其实还不，以稻子来说不算多啦。哎呦，厉害哦，变成火力支援组了哦。就像这次插秧，我就是透过我们在农事生产，然后农事经营完，当把这个物件，把这生活经农事的生活经验传给我们这一辈的，让他产生兴趣，然后进而到他的小孩子对这个东西是熟悉的，我觉得这样对社区可能会有点帮助了。拍谁的呀？种水稻收完之后种菱角，所以它其实是水稻跟菱角轮作的。关键点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因为呢这些田太泥泞了，机器根本没有办法下去，所以呢他们用一种方式，就是用直播的方式。什么是直播？直接把大谷撒在田里面。可是撒在田里面就没事了吗？有事，很有事。为什么？因为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鸟会去吃它。你安怎养？啊，就迄个切啊浸浸的，啊，水甲扣落，啊，就甲摇。啊，你无烦恼鸟来甲你扣切甲浸？加减啊扣啦，啊，就摇较重，伊就扣较袂了啊。摇较重的啊，切甲浸也较重的啊。啊，你敢会像一般的人会去下药啊？阮唔捌啦。啊，像那一般的人要下药啊？啊，就加切啊，伊就加鸟啊，甲扣伊啊。啊，若像你安尼用较重嘞，下较重种嘞。啊，下较重种，伊就本钱较重啊。啊，敢有差真济？差几斤啊？差几斤啊？尔啦。啊，几斤嘛无几百块啊。啊，你哪得爱下药啊？啊，话就惊伊扣伊啊。啊，你哪会唔惊？就扣剩到伊会出啦。哦，扣剩迄就出。伊会出啦，对啊。啊，你水甲关伊就较袂扣啊。关水？嘿，我拢关2日当破。野的，野的是若惊鸟啊扣种，扣种去。啊，所以野落啊，即马来去摕着药啊，食着药啊，是啊，袂用讲，大家嘛拢用布呢，用布就要来药啊。啊，谁哪会变用野的？啊，做事人即马大家经济歹的时候，啊，做事袂好，微薄的收入，啊，即马大家拢动脑筋，安尼减黄仔钱，减报产工的钱，啊，安尼啊减煤的钱，安尼起来1分地就省9分省2500以上，啊，做事人大家嘛拢安尼，即马拢巧，啊，安尼。因压就压，谁哪爱搁下药啊？啊，搁下药啊，鸟啊会来扣七种，啊扣就无去安尼，哦，啊伊毋则就野药啊，野药啊落野落的时阵，伊即马的时阵来寄即马死啊，话就惊，而且惊就唔敢来，哦，安尼。啊，你伫遐时阵，敢知影讲会害死遐济鸟啊？会啦，知影咯。知影？啊，知咯，后即个知哪做会落？要无你做事人，你怎么扣去哦？好扣去都即马逐个月时阵要种野也袂野一个，安尼就即马就失收去讲。
它这块田本来是隔了几天没有，这边2只那个那时候荣炫他们有提出来方案，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由政府来直接补助农民，然后让农民去插秧？所以荣炫那时候他们就提的就是说，好，那这个钱是不是我们可以在A、B 2个热区去补助这里面的在这些区域的农民？那让农民就不要用这个方式，那这个绝对是一个救急的方法。事实上，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还是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这个关田地区的农田的这个栖地品质。那这样子水质才有可能有一个永续的这个栖地。好，那给水质一个永续的栖地，可是，在这些农地上面耕作的这农民，我觉得我们对他们生计也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那时候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如果说关田的这个不管是稻米或者是这个菱角的栽培，可以转型成友善，那也许是可以创造双赢，就是人跟水质的这个双赢的机会。毕竟我们是保育的行政单位，而且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跟农民也没有那种彼此共通的语言啊，所以那时候当然很自然而然就想到找慈心基金会。慈心它本身是就是有机的验证的单位，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关田这边推有机验证？就是因为这边的田都太近了，彼此，你看每一期这么近，而且用的是同样的水源，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有机农法所要求的隔离带，没有足够的隔离带，然后水源又没有办法独立，所以它整个衡量了关田这边的情势，所以那时候就拟了另外一套的那个办法就是绿色保育标章的雏形。所以你不能通过验证你这些产品对消费者你怎么沟通，所以才会去联想到说，国外也有这种生态标章，那国内在更早期也有那个绿竹笋标章，就是为了保护猪肉树啊，应该是庄梦宪老师那边所提的，所以我想说，那也许是一个契机，就在关田我们就来推一个类似生态的标章，贴在农产品上。那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其实有机农会正在起步，然后对于这种田里面的生态系的一个保护，应该会有更多元的机会，让台湾可能在农田环境保护的机制能够更广泛，所以在思考设计上就超像这样子。如果产量都可以像预估的那么顺利那倒还真的是不错啦。是可以跟惯性的相抗衡也不会输于惯性啦不过气候变迁太严重，导致菱角的产量1年不如1年。然后惯性的价格会随着货源的缺少而价扬价格就上扬了嘛。然后我们绿宝是固定的收购价钱，我们不涨，但是我们也不跌，我们不涨也不跌。然后就是我们的产量逐年减少，本来产量有这么高，然后我定的这个价钱，如果定的价钱在这个高产量，对大家来说都是好的。可是无奈气候变迁，价钱还是在这边，产量就跌下来了。这几年有这明显的，因为气候变迁导致产量减少。对。我们在探林的时候，有点像是在采矿，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你看他们已经跑到那边去了，就是都没有，因为我本来预测这一区应该会有很多，结果都没有，所以阿飞他们可能在那边也没有看到，所以他们现在想要去最边边才去找看。我从水蛭身上学到什么？其实我没有从水蛭身上学到什么，但是我比较站在就是水蛭跟生态、农田生态，在这个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那个关系，就是站在要保存、就保护水蛭、富裕水蛭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最终还是要去保存、保留下这个地区关田这个地区要去种植菱角跟稻米轮作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要维持，就要想办法去维持这个循环的系统，而且是要让这边的人是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这种方式，就是他们本来就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尽力的去维持这个，就是有人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把它当做是只是一个日常生活习惯这样子。因为水蛭本来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维持它可以在这边筑巢生活，然后再抚育下一代。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想办法尽力维持这件事情就好了。绿色的铁门是宝物，这是我们与动物间的约定，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家。我们会去推广它，是因为它是以生物作为标的物种来做保护。其实这样的一个田区，假设它用有机种植，反而是给生物一个很好的庇护所。海绵啊，伊迄个像迄个棉花、棉絮啊，也阻碍迄个菱角的生长啊。那是我们种植菱角最头痛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对应的办法。福寿螺啊，有洗水的问题哦。啊，不是，福寿螺还好处理。那种海绵宝宝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是为菜时收回来的菜哈，摕来福寿螺食。福寿螺他们食我的迄个菱角宝宝。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园区的这样一个资源中心，可以顾全了菱角的生态地景跟文化地景，同时也可以让农民能够在生态生产跟生活当中去达成三生共赢，去促进了人跟生态之间的和谐共存。他在舔他的手，那一只手超可爱的，然后就一只手抱着那个鬼猪。它没有鬼脸啊？有啊，它也是有鬼脸，它不同的鬼猪啊。它有一个1、2、3。蜘蛛是不是很多种类啊？很多，你光是鬼猪系列就一堆啦。鬼猪的特征是什么？是圆圆的，就像个鬼脸。好，你看这样哦，你有没有？你这个分的也太艺术了吧？它真的就是有3点，像眼睛跟嘴巴。你有看到？哎呀，我弄到它的丝了啦，吓死人！它就白天都躲在叶子后面啦。觉得说，我们去推动农田的这个友善的耕作，但是我觉得对农友我们也必须要负责任，好，那毕竟你希望农友去减药，甚至是不要用药，那去维持一个好的生态，这个部分如果说它有增加它的成本，我觉得这个成本不应该只是让农民独自来承担，因为保育。或者是像我们维护这个野生动物的环境，让的栖地环境，让野生动物可以数量变得很多，那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价值啊，这种价值是每个人都会去享受到的，所以这个公益性的价值应该是大家一起来承担，不应该单独让农民来承担。这是什么？是乐死了。这个是数字。我也不要给我看到。没错，水质就是151。你等一下可以注意去听哦，在那边。
就听到水池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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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唤同伴。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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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点的关系。你学得很像。我们去水里的时候，如果鞋子里有水的时候，很难走路。你这么小，对啊，走到水里很难走路，对不对？那直接在这边了。再一颗。好了。好的，我养叔叔好了。原来先锋草也可以这样玩。干嘛？把帘子从莲蓬里面拿出来，然后把它收集好之后，去拿给那个阿尚帮我们把它变成剥壳的帘子，然后我们要拿来募款，因为反正它也是自然生成的，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学肥料，就是纯粹有机，连种子都是有机的。展示啊，欧语啊，然后欧式，是讲浴室。这么冷你也笑出来？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蛮冷的。不冷你也笑得出来，我睡觉都觉得。我是笑你冷，或者，看你今个纪录片咧，大家就得了解到，在天时按摩镜上嘅情况之下咧，会太影响到因啲农民嘅收入到收成。不过呢群友善同步嘅农民啊，还係按坚持，就是为到爱维护一啲呢片土地嘅自然生态。我想最重要嘅係呢個消費者，你哋用嚟透過呢啲消費嘅行為來改變呢啲產業到生態嘅結構。當大家你大家來想一下，第一是你基本嘅紅龍度假嘅講便宜，你下擺嘅。